跳摆以前，有一只客家后3年，佢用这1年的时间，一千个传说中的故事。佢爬过最高的山，舔过最深的大海，嘅故事原来在佢的心中。突然之间，喺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天天出现的山路，传到夜尾。喺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同爱讲爱去客家人，远方的故乡。喺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天天出现的山路，传到夜尾。喺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同爱讲爱从爱未来，远方的故乡。你千万不要去找德平，我不想因为你让德平误会我。难道你没有跟他提过我吗？我从来都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你。没错，这就是你的 style。俊然，你大老远从美国回来找我，我很感动，但是我的心意从来都不曾改变过。我就是很想了解我的对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才会大老远的飞过来找你啊！偏偏你又不让我认识他，有什么好认识的？你有什么好紧张的呢？如果按照你讲的这么笃定，那你为什么那么害怕？我没有害怕，我只是不想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这里是客家庄，大家都过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，像你这样一个陌生人突然出现，难免引起别人的揣测。OK， 我一定会做好一个观光客的角色，因为只要能够在你身边，看着你，陪着你，这样对我来讲 ，it's enough。你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，好不好？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。你实在是……桂芬，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我觉得你好奇怪，一点都不像我认识的你。有一个男人追求你，这是一件好事啊，为什么你怕被别人知道呢？再说，也许到最后是我一个人离开也不一定啊。但至少你要给我一个机会来努力吧。我没有尝试过的事情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。那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。反正在这里，你就听我的，不要去跟别人说一些有的没的，听懂了吗 ？Yeah， 也许我不是在客家庄长大的，但最起码我还了解一些人情世故。你不要担心啦，我不会让你难做人的。
上帝，今仔说来蛮呢？求讲迄件同风啊，结果唔出上心哦，连这讲的法拢唔信哦，有冇怀疑伊没有啥问题？无拢讲啊。微风，你都要骗这么该？那从对苹果在数东西啊，来生我。得皮，时间冇错啊，唔使应说啊。唔是要咯？佢迄个同学，在美国的时节，佢对我过好，要过照顾我。但係我一直冇接受佢，我真係唔定佢有冇對了面咯。也冇奇怪啊，阮总爱迄记吼，慢慢强要我安尼做啊。你哋還有時間開玩笑？來炸迄下，還能好好招太記，唔眼見撞咗慢咯。你搞迄陣唔愛？我咁樣去做哦，無面事理嘅嘢，但係媽好勢穩哦。再講哦，你喺深度嘅上嘅，攏喺故宮嘅幾百案，唔免冇時間哦，係想一件事情。唔過人哋兩個哦，由於黨意見冇相同，啊唔過係從來就冇變過。係咪係？不好意思各位，剛有事情耽擱了。各位，我知道郭老师他昨天晚上很晚才回来的。郭老师，我们大家都很兴奋呢，我们可以马上开始学做纸伞吗？好，大家先坐下。一般我们做纸伞啊，所取用的材质最好是梦中竹，因为梦中竹的韧性呢会比较够。还有我们做这个伞骨的时候呢，最好是用同一根竹子。很米罗，会吗？应该说是很卡通吧。我从小到大最差的就是画画。没关系，这伞是你自己的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感觉放上去。说明白了，纸伞是客家人用来传递感情的方法，对吧？你不是客家人吗？被你这么一问，我自己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。我是一个完全不懂客家的客家人，还是得住在这儿。这对我来讲应该很困难吧？你应该很快就要离开美浓吧？如果我得到我想要的答案，我希望是。不过刚才看到你又上了你的课之后呢，我倒是开始担心了。但是你应该很想努力一下，否则你不会来到这儿。我会跟你保证，这绝对是一场君子之争。郭老师，我的伞骨绑好了。哦，郭老师，你先去忙，不用管我。不错哎，做得很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铺。
这个，这干嘛个？来看两座山哦，好特别哦。我告诉你哈，有个人字形呢，那就是人字山，在后面呢，那个就是月光山，然后在旁边那个就是双峰山。美浓就是被这些山包围着，所以才会发展出完全不同的文化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年轻人也念书就是不一样，有概念。年轻人是没有人会把纸伞背在后头哦。这把纸伞是我生平第一次做的耶。哦，原来你是在美浓玩的啊。一半一半了。我有朋友住在美浓，谁呀？他叫林桂芬，他是我在美国念书时候的同学。那么巧啊！我跟他们家里可是世交老朋友嘞。哎，对了，这你刚才说一半一半是什么意思啊？夜烟风的故乡又响起，讲爱讲爱从来未来。你一定真来嘿。桂芬还没有回来啊？甲他讲天发哦，讲到俩下哦。阿姨，你有空吗？我喜欢美浓，这边空气好，古迹文物也保持得很好。重点是哦，这边的人都好亲切哦。就迄经费痛少哦，靠大家来维持啦。阿姨，我因为桂芬，所以才有机会认识美浓，所以等我回去哦，我一定会跟我爸讲，叫他来帮你们。歹势啦，那贵芬哦，就较生硬的心啦。很多米个咯，暗夜的地方来到俩，啥毛皮。我早就习惯啦。以前在念书的时候，我常常因为社团的事情跟桂芬针锋相对。那贵芬哦，跟忙出国以前哦，又较脏哦，到美国归来以后哦，跟人哦就变山一样的啦。唉，做某个事情哦，就会急啦，就会急啦。这很正常啊。我看台北人的速度也很快啊，比我们美国人都积极。你啊，比迄美浓有条中脚哦，来能要等唔到呢？会啊，我看美浓现在转型观光产业，做得蛮好的。阿姨，为什么你没有想过要做民宿啊？你啊，今年哦，我能同台北嘅厂商，还有观光局做制裁，还有学组委啊，还有总务委啊，成发很过维系啦。可是你们一家子投资民宿哦，需要一笔钱啊。别咧唔讲，佮老屋嘅一改建哦，就需要钱的呀。我里头哪有2笔钱哦？你可以找别人投资啊，像我愿意啊。庞先生，唔好同我开玩笑啦。阿姨，我没有在开玩笑啦，我相信我这么做，我爸妈也会赞同的。阿姨，张康康哪里啦？哈？阿姨，你真的不愿意跟我合作吗？庞先生，我哋哦唔介意我几分啦，啊不过我喺接触人嘅田野法，就当像阿姨，这件事情跟我喜欢桂芬是2回事，而且我也不是那种会把公事跟感情混为一谈的人。用福建哦，係太假嘅啦。
俺妈做唔得去甲伊三人做主意啊，俺妈专门看那给你的哇。没问题，阿姨，那我等你哦。我会回去跟我爸爸讲这件事情的。好啊，啊，时间也煮诶，我先归去煮菜。嗰啲傳真來诶，迄久強嗰邊傳來诶。今日聽我講，唔點啊？佢哋希望我去台北做簡報。你總算哦，爭取到同佢哋開會嘅機會，我好我爸個。唔可以去哦。人哋可以出晒啲前科親屬，樹頭尾鬼面弄啊！係爸又講啦，佢講嗰條渣嘅吼，係用貨運機鼓來，其實個粗茶就好嘅。錯啦，啊無限貴日咧，甲彭俊倫咯。唔知嘅，可能出去鬧嘅，唔都冇乜怪冇看到佢係。你按嘢落到呀，你做乜唔除咗時間一片？家人思想同嚟送本佢係啊！你阿媽都唔係呢種意思啦。家人講到，問嫌佢，問個時間唔來，偏偏拖兩下來。大家講硬係。人哋看冇講佢嘅事嘛？好啦，不過你們因為哦，我哋講小氣呢。人哋比真真嘅。佮有人愛投資，改好嘅事情啊！問題就唔會出到嚟，係鬼火。不過，佮細奶唔要同伊講改清楚啊！佮投資同感情係兩回事呢。告訴講，唔係你自己了解意思，你用按揭就會出咗慘相咯。其實，當下嘅新冠制度，要同上嘅接觸，係講有人願意投資嘅話，嘅民宿可能做會得做。我該做嚟做聽聽啊！你喺面哦，最好嘅行業咧，唔看啊，佮其他人哦，做嚟投資，真想唔到誒，你乜嘅理由費錢哦？還可以，我前面叫付出慘上癮嘛。人用會做定咯，唔記得特片誒。雖然人講啊，錢還錢，感情還感情，啊毋過我也做唔得冇考慮到父親佢兩公婆嘅立場同想法啦。根本早晨啊，我在路上拄到個後生人啊，我本來因為啊，佢來了呀，冇想到佢同我講一句，乜個一般一般啊，我本來啊，躺唔實啊，唔過了哦，也啲咯，講起來哦，啲後生人哦，佢嘅心肝度，真有自己嘅想法。唔好呀，可以有可能佢鬼魂加本期嘛？嗱，鬼魂唔可以加本期啦。佢冇聽錯哦，佢當然哦，你咪強用本常人咁通啊！我想哦，你鬼魂哦，你心肝度哦，一天哦冇天冇錯啊！冇可能啦，鬼魂同德平哦，早晚都結婚。唔用會點咯？我聽鬼魂同德平講過哦，我幾多年以後就結婚呢。不過德平係詳細看到他嘅身影呀，我當然冇希望哦，佢同鬼魂分手啊。不過哦，啲鬼魂哦，一定會想到哦，對自己較好嘅解決方法啊，你哦就唔是誰了哦。彭俊啊，你为什么自作主张跟我妈说这种话？我只是突然想到而已啊，你干嘛那么生气啊？你不要用美国人的想法来想美农人好不好？
我不觉得我这样提有什么不好啊。再说我爸妈每年都捐钱回来，我觉得这样太被动了。如果我们可以在地投资的话，那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，但是在美容人眼里看来，会认为我妈在卖女儿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没有这个意思啊。我知道你没有这个意思，但是你不能阻止别人这样想啊。真的会这样吗？不如你先嫁给我，我再投资，这样就没有人会讲话啦。彭俊安，大老远从美国回来，就是专门讲这些冷笑话的，是不是？你笑什么？没事没事，只是在我的印象当中，你一向精明干练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你会慌哎。桂芬，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，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做人做事的原则吗？俊安，我刚刚说了，那是在美国。如果今天不是郭德平的话，我相信你一定会选择我。说明白了，我来是给我自己一个机会。如果今天我真的输了 ，I promise， 我绝对会心服口服的回美国去。OK？不不，阿细话我意思。杨师兄阿妹，马个事？听讲熬起股票，阿弟啊，你最近无通话叫我去哦。啊无不关计哦，还有事情。他讲去起码案又免来转场，可能还另外无甲处理就好。德皮，你感觉行军哦迄常用来你？今日在文物馆的时节，我要去讲野花，其他人哦，唔会查。桂芬，这个笑嘛？冇事啦，听讲熬起股票，一定会成功过来，错嘛？今日是去厕所呢，该做点事。几份啊？把你透气查的准票本带重台北。是我。是你。我刚才跟永年叔道别，我想送桂芬回台北，这样她就不用转车了。是吧？你跟永年叔都这么熟了？这几天，永年叔带我看过好几个地方。倒是你是不是故意在躲避我？我跟你不一样，你是来这里玩的，我是在这里生活，我的工作、我的家庭都在这里，所以我当然比较忙。有什么话你就说吧，我不会介意的。OK， 我第一次遇到桂芬的时候，我就非常的喜欢她，所以，我希望这次来能够说服桂芬跟我一起回美国去。你放心，在美国的时候，桂芬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。我一直很期待能够跟你见到面，
只是桂芬，她不知道我会跟你说这些话。德平，你不可以把桂芬留在这里。这里是他的家，这里是她的家又怎么样？只是浪费而已。但是在这里，桂芬可以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像她这样有才能的人，留在美浓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啊。德平，你应该不会希望桂芬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吧？我知道桂芬的人，我尊重她的决定。那好啊，如果桂芬的决定会改变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呢？这就是你一大早跑来这里找我的原因。没错，我相信物竞天择。你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说你的条件不好，我只是认为我能够给她的更多而已。如果桂芬想要的是你给得起的，我也无话可说。好险，我还以为我面对的一个是对自己毫无信心的对手。我不懂你的意思。就冲着你刚刚所讲的话，我可以确认，你是一个可敬的第一女人。桂芬说的没错，你真的是一个美国人。你说话一直都是这样直来直往的吗？这就是我的习惯，我不喜欢闷着来，大家有什么事就当着面讲清楚。就算桂芬日后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，大家都无话可说。你对自己相当有自信 Sure， 但是我相信桂芬，我用尽全身的力量去爱她。当然，她也拥有我全部的信任。我相信你应该能够理解我的意思。走吧，桂芬已经准备要离开了。想不到德平对自己这么有信心。那现在你应该知道怎么上高速公路了。哎，抱歉，美浓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，所以交通不是挺方便的。没关系啦，我会平安的把桂芬送到台北去的。那就麻烦你。桂芬，君安说要送你去台北，这样就不用在高雄转车啦。刚来这哎。来，小心头。等我的好消息哦。免生也歹看。真搞唔清楚，你是关注我，都在上嘛该？你爱讲旁州男歹无？今日比你连3叫我出去，但真的哦，董尚龙也摕来切开看，看地图哦，都在你做嘛该？啊无。你来咧同爸爸哦，你都在日行么？刚才新英贵妇还没唔错嘛？因为你咪过时候，差点恐吓呢。佮差一点的恐吓，又要讲伊恐吓的啦。我一下同意这个同讲法哦，唔要考验呢。假使吼，今日物价真的很好，怎么贵妇还贵啦？再讲吼。咱同贵妇咧感情有关问题，有年纪限制啦，等较太台湾就会伫的啦。张宇有你病啊还是？我妈讲，
其实阿爷年纪时候吼，你已经出世耶，你若平常时吼，就毋是看谈过阿姨的话，干今日怎么安怪呢？反正同讲哦，黑海白发生什么事情哦，你这么乖也无见过。你迄有安度事件的话哦，怎么唔多发一些时间，让你关心心意呢？有什么事？伊讲吼，唔对特别久了以后，就从来唔至于穿过去。穿去，穿去做嘛？干你特别特殊的时间，唔免拢喺心意咧照顾阮。阮都无简单，咱太好毕业几多面来，干每一千年，我感觉到天无情。佢无还出阿公司乱猜咧，哪有时间参啊？唔是某一个人啊，讲到配的地方去哦，那也好，咱关心同贵妇这个事情。敢若要强样吼，关心同心意啊。好心无好报，我猜你啊。还在难过？既然他们没有预算，为什么又还叫我们去？可能是他们不喜欢你写的企划案，所以才会告诉你没有预算啊。德平那么希望可以在故宫展出，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桂芬，你应该已经习惯了吧？你不懂，从回国到现在，我除了参加过几次政工所办的活动以外，什么事都做不好。跟别人谈合作，也是没有结果。这次回去啊，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跟德平说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一头热？从资产下手，格局太小了。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资金上。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资金，你做什么都会绑手绑脚。你应该不会不知道问题的所在吧？如果你想提名数的事情，桂芬，你知道你什么事情让我最感动吗？就是你拒绝了 Apple 企划专员的职位，回到台湾，回到美浓。从小我就常听我爸妈提到美浓的故事，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亲身感受。现在我终于踏上这片土地，看着这边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面努力生活，就是因为这份感动，才让我有这个念头投资你们。但是如果你真的丢钱进来的话，桂芬，在我们从美国回到台湾以前 ，Apple 的经理还要打电话告诉我，他说他要帮你保留那个职位。如果我说你不适合这里，也许你不会同意，但是我觉得你的世界应该更宽广才对啊。如果离开美浓能够帮助永福星，我不懂你为什么要拒绝呢？但是这里有太多太多我所眷恋的。桂芬，如果你没有把过去抛掉，你怎么能够拥有更多呢？奇怪啊，讲到遐庞准哦，遐啥人哦，要过奇怪啊！啊，讲来出来讲招就招，还无带下招付。贵妇只讲去美国有事，所以讲过去啊。毋过啊，我感觉吼，去做的顶多较严啦。伊落来都吼，就讲着奇奇怪怪的话，也不管，哪年做的多还做唔到啦。嘿啊，你那个事情按几点做啊？
桂芳啊，你去上班啊？哦，无事啊，几位，然后皮蛋拿去洗吼。哦。奇怪，洗完后呀，规日五神。主人讲的也无唔错啦。都米侬啊，唔要按用做事情的，唔了下同头摆也无共样的。假使咧留到用福险的话，挺委屈的。妈，我唔会委屈，我这边都有用不很好，但是我真嘅唔掂，留到遐边，我做得做乜嘅？假使去美国做得有好的发展，妈妈希望唔是啊。不过得凭这片，我唔知咁样讲。每一天得凭做得了解啦。因为挺早的哦。系啊。唐娟啊，有事冇？啊，讲佢做到人急。佢在美国有一些事情。嗯。生养了。这个猜疑哦，要故宫的事情啊，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哦，也就无因为哦，佢要上。连不知我心理准备的，没想到从头到尾，只有我自家一条命。一早自责已經沒落嚟，聽人有承認嘅事實，咁過唔緊要呢？一切以來佢攏騙到人哋都掠下，但係唔會放棄嘅。貴婦，我希望以後喺唐阿姨嘅話，你改用前嘅條路嚟做，應該好啲嚟講。前半條路哦，應該唔會千難啊。係冇去前條路。加係點啊？阿你幾點會簽房契嘅？希望你啦，下禮拜哦，我爸發通知嘅鼓勵時間，我哋拜託佢哦，聽下佢會唔會改，我哋便宜嗰樣。成樣咯。一個啟發案呢，又沒乜個大不了的事情啊。
不会后悔啦。相信爱，一切拢会变好的。给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讲爱从来未来。桂芳，桂芳，唔知哪度点呢？唔对，唔好药呀好吗？啊，姨妈是等下再讲啦，啊衰梦哦。哪这位？我去哪？哪去美国？唔讲嘛开。你喺度同公仔见呢？娘讲迄对去干嘛地么？唔可以迄同旁主男，佮得苹果。桂芳唔中得，得平地啊 case， 来做唔得美的。桂姐，娘可以安尼，你到底用得苹果当做嘛开？做伊要去海什么样的最聪明的人，来讲讲唔出嘴啊！桂芳，你唔听来这以后，得平会做出乜嘅事情？来拜托，不管发生乜嘅事，你听到皮在得平在身边，你听到皮在得平在身边。刚迄个地方，你做乜要这？皮都有。来滴啦，没有后悔这个过程啦。你都爱演的地方，我不会写，对吗？来滴啦。几分啊？给时间差唔多嘞，准人哦已经在机场等。别让佢冇等你，你就加去啊。用一个繼續派糖嘅哈。来来。上次在美浓，你跟我说了上集，现在我终于知道下集了。也是结局。真的是结局吗？你现在在台北，不在美浓。我是想问你，有没有可能在这里会有另外一段开始？你身边不是有个很好的男人？上次从美浓回来之后，我已经让哥他请辞了。希望不是因为我。你也是一部分的原因。顺伟也知道，否则他也不会去美浓找你。但是，更多的原因是为了我自己。我实在无法勉强自己去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。我看他不像是一个强势的男人。也许他不是，但是他却从来没给过我感动。我想，是你的要求太高了吧？我不这样认为，我只希望我的男人能够永远把我放在第一位，就像你永远把桂芬放在第一位一样。但是有些男人终是不懂，他们以为女人跟着他就是跟着他，没有其他的可能性。但是你不同，
在我遇见你的时候，正好是我怀疑我跟顺伟关系的时候。我一直以为那天在竹林里，你对我也会有些感觉。你想要听真话？那天我把你当成是贵芬了。虽然我不是女人，但是我知道，没有一个人愿意自己喜欢的人把自己当成另外一个人，更何况是一个女人。就算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，我也不会接受。你把我当成贵芬了。反正你不卡给你全部就会付理解。阿姨，修炼在心，修身在口。来徒弟，是咪的牙生我来台北咧？贵宝，贵宝，贵宝，生意差，生意啊！人我较天野，点点打开一个天乡，雨落雨莫留下，嫌伊白夜早开桂花花，暗暝梦加天山。浪费。